今集咧為大家介紹一隻性價比高、好值得入手嘅 GMT 兩地時間錶。如果你想揾一隻可以顯示兩地時間嘅自動機械錶，咁我就會介紹你買沙盒蝦仔啦。咁首先咧，佢就係用緊一隻好優質嘅瑞士機芯，係 SW33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儲備時間咧大約41小時。呢個系列咧同時可以顯示到兩個時區嘅時間。咁而家講緊係點樣校個兩地時區時間。首先我哋扭鬆個螺絲把的，掹一格，向上扭咧就可以調校到支紅色嘅兩地時間針。紅色呢支兩地時間針咧係對應翻出邊嘅陶瓷外圈，而兩地時間咧係以24小時顯示嘅。咁例如而家香港時間咧就係上晝10點，咁另一個兩地時間咧我就校日本嘅時間。咁日本咧就快香港1小時，所以我將支紅色針咧就對住外圈嘅11。之後喺同一格位置咧就反方向扭咧就可以校埋個日曆。校完日曆咧鎖翻個螺絲把的就完成晒啦。操作非常之簡單，除咗黑紅可樂圈之外，仲有呢隻黑藍 Batman， 直徑咧都係42mm。如果中意細 size 嘅咧，咁呢幾款顏色咧都仲有39mm嘅選擇。咁呢款都係採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啦，有防反光塗層。外圈咧就採用咗雙色嘅陶瓷外圈。手錶咧備有300米嘅防水功能，係用咗鎖螺絲把的。錶帶側邊咧都有拋光打磨，鋼水十足。採用緊一個雙重嘅保險錶扣，亦都係厚橋。而錶底咧就係旋入式鎖底。仲有呢隻紅藍百事圈，紅藍配色咧俾人一種咧好有活力嘅感覺，戴上手咧都好醒神。咁當然咧唔少得呢隻最經典嘅全黑配色啦。呢隻黑色咧經典得嚟咧就低調，適合各種嘅場合佩戴。咁再睇埋佢嘅超夜光啦，都係用咗瑞士級數嘅藍夜光，時分針、刻度同埋外圈嘅倒三角咧都有個藍夜光。咁呢套系列嘅手錶除咗有42mm咧，仲有39mm嘅選擇。咁折咗咧都係5000零蚊，係一隻性價比非常之高嘅兩地時間 GMT 手錶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咁今集咧就為大家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